呢個咁靚嘅海景，原來俾頂流嘅藝人擁有過。自我力量用力疏。嗱，港島區嘅豪宅咧，古時就同大家睇得多啦。今日咧就帶大家睇下新界區嘅豪宅。而家我哋身處嘅單位咧就屬於汀九區3000幾尺嘅和壁一個單位。先同大家睇睇個景觀先。呢個海景遠望東灣，近望馬灣。喺個150尺嘅露台上邊飲住紅酒，睇住個日落緩緩喺汀九橋上面降落，觀感就會 fit 晒。呢個大宅咧係屬於新界西嘅頂級豪宅，上下2層複式，總共面積有3494尺。其實單位咧就係由國內嘅知名藝人趙薇小姐所擁有嘅。喺2012年嘅時候，佢作價7200萬及咗呢個單位，要去到2025年嘅今日，只需要4900萬，你就可以擁有啦。單位目前咧就係4房4套嘅間隔，而家就同大家睇下之前主人家住嘅房先，一個近乎300尺嘅主人套房，8門衣櫃嘅 walk-in closet 咧基本已經有噶啦。再嚟睇下主人房嘅套廁，淋浴區同埋浸浴區係分離，而且喺浸浴區嘅 jacuzzi 上邊咧仲可以遠望成個東灣河。再嚟到睡眠區，3邊落床嘅呢啲基本配置啦，但係重要嘅係你每一次起身嘅時候望正嘅呢個正海景，咁先為之一絕啊嘛！其餘嘅房間唔係望山就係望海，一係又望山又望海，永不落空。佢連個廚房都望海啊！嗱，雖然呢度一梯兩戶啦，但係呢個90尺嘅私人電梯大堂咧，淨係屬於你所擁有嘅啫。現時一個咁頂級嘅豪宅，只需要13000蚊嘅尺價，係咪好心動先？如果你都中意嘅話，即刻留言或者 PM 我哋會有團隊幫你安排預約睇樓噶啦。等陣見。